来看澳洲的圣诞岛，为着要保护当地原生物质，所以是禁止饲猫仔甲狗仔的。伫咧4年前，一只虎祖犬对主人来到遮，留到遮即马嘛，正做是规粒岛唯一的一只狗仔。There, go to auntie. Auntie, pet, follow me, pet. 这只叫做哈罗，今年5岁的虎祖犬，是澳洲圣诞岛顶悬现出时唯一的一只狗仔。逐天学校放学了后，照顾伊的社工就会带伊到社区机构去陪伴老人。伊来到这，后摆饲过7只狗仔的汤马吉，想起伊少年时美好的日子。汤马吉会甲懵懵的甲伊乱摸，哈罗嘛会足亲近，甲伊摇尾啊。不过圣诞岛为着保护特有的原生红蟹，甲其他稀有的野生动物，早伫半个世纪之前就立法。禁止岛面饲养宠物鸟狗，那呢？这只狗仔是安怎来的？原来伊的主人因为健康的问题，4年前破例得到允准会当带狗仔来岛上，但是后来主人转去澳洲大陆，无法度负担正贵的运费，决定将狗仔留落来。到当哈罗已经变成是社区犬，毋但受到老人的欢迎，当地居民只要拿事先登记，嘛会当带伊出去耍。这几天哈罗真欢喜来海边耍水，等来到岸边就乖乖趴伫人的脚边，乖个听话的模样，真使人介意。I guess the unconditional love, even that we don't know her, yet she'll sit here with us, she cuddles up to you, she gives you those big eyes. 而且照顾员逐天带伊出去踅踅，连囡仔看到嘛真欢喜。When the buses go past, the kids are waving through the window, Shiloh. It's become a bit of a routine now. 对圣诞岛的居民来讲，哈罗带来不只是陪伴，比起当地规定只会当饲鸡，岛顶也是官商交流做宠物，哈罗搁较会当提供精神上的寄托甲安慰。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